来看一个做印刷70档的老师傅洪东汉，伊打算今年要退休哦，嘛要甲陪伴伊超过半世纪的活版印刷机关出来，来证做咱台湾印刷发展的历史见证。 甲大家介绍活版印刷印刷的操作方式，展现老师傅熟练的技术，也个对这个老朋友的感激。82岁印刷专家洪东汉，虽然时阵自新店来台北学技术，16岁正式做师傅，30岁开印刷厂，已经做活版印刷工作要到70档。伊计划伫今年退休，希望伊能把这个印刷机关出来。14岁在台北做到现在，我这个人很坚持、很固执，我做的这一行我就不换。 3部同一个牌子，你现在这个机器没有了嘛？没有人做了嘛？就你停掉，那这个机器报废嘛？ 考虑到印刷产业的变化，洪东汉认为，这款活版的印刷厂曾经是印刷产业的重要阶段。虽然伫即马拢流行用数位印刷，但过若是当好好安顿这款机器，并且安排师傅进行表演，或者是和外国朋友家己印明信片，寄登去因的国家，和因的亲友认识台湾，让有利文化延续加文创发展。跟东兴的印刷厂的老板这边有更多的合作的可能性，我们或许现场有。 专业人士亲自来示范，这个我想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推广的一个工作。看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延续。那产业的这个精神，毕竟它是一个文字世代很重要的一个关键。那我们可以再来讨论看看。为了要把这款历史的见证留来，台北市议员应小薇邀集台北市文化局等单位制定研究会勘了，会依照设备的状况做评估，结果来研究讲，所来要怎协助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